刚来看到抓风车剧团甲文化总会台湾欧趴文化夜景活动，昨日是以快闪的方式，伫咧匈牙利景点希林堡演出。这个所在拢是出名的观光景点，有来自世界各地游客拢停落来静静看，看热车闹亮宫，看到台湾文化的水。 记者今摆伫咧匈牙利的出名景点布达佩斯的渔人堡遮，伫咧渔人堡遮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，会使讲是来到布达佩斯一定爱来行行的所在。中央车剧团即阵就选伫渔人堡遮做罗车闹亮宫的快闪演出，现场会使讲是吸引济游客来看。文化总会甲中央车剧团的台湾欧趴文化夜景活动，选伫匈牙利的出名景点快闪演出，济现场的各国民众拢感觉真新鲜，脚步停落来参演员活动。 It is so fun. I love all the colours and everything. It's so great. The colours are great. The whole thing was great. They were so fun. I loved it. Super. And then you see something, like a traditional people doing some traditional dance that makes this whole place more lively. I like it. I think it should be more public Taiwanese culture. I would like to see it more around the world. 除了渔人堡以外，中央车剧团也到英雄广场，甲伫匈牙利的乌克兰卡球队做伙活动，展现台湾甲乌克兰徛做伙的精神。咱台湾的这个表演团体吼，总共会当含地方在地者吼，搁较侪互动，含搁较侪连结吼。因为像咱这广场的这个吼，是因为大家嘛是来佚佗吼，时间就爱搁较短，所以咱就重视是含所有观众的一个互动、翕相吼。当然希望讲咱台湾纸风车剧团来到布达佩斯，嘛会当留一个足特别的记忆点。 中央车剧团表示，透过这摆甲文化总会的合作演出，除了是互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认捌台湾的文化，也望通透过戏剧带来的快乐，分享到世界的每一角事。记者郭文正由布达佩斯报道。